来看新北市政府办神农教育展哦，安排民众来体验乌竹笋做麻糍，希望讲民众会当来了解食安个土地永续议题，来支持在地农产品。种这个笋较细枝，伊的产期有2摆，一年有2摆，找看卖啊，较细枝的是哪一个？ 老师讲出各种竹笋的特色，互囡仔去找出对应的相片，嘛，互因了解咱平常时食竹笋台语安怎讲生做相款。农场结合实农教育，通互学生看到竹笋的无共生长时期，家己体验花竹笋的迄种快乐，摸头的快乐，乌竹笋的快乐。同我想要知影后壁人食的是较安全、较健康、较安心的农产药品。 新北市实农教育展8月初时起过，拢总有甲10个农场做教案合作，而且嘛有教育工作坊，互民众体验拔竹笋，也有做麻糍等等。都是互咱的囡仔自细汉就知影咱食的农产品是安怎生产来，互咱食了安心安全。囡仔自细汉就开始教育熟悉这农产品，伊自然就会来知识来选择。 农家指出，新北市逐年举办超过300场实农教育推广和体验，希望透过教案设计、实作体验等等，来促进民众和农民的互动，嘛通进一步了解土地永续的议题，支持在地农产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新北报道。